讲新冠 XBB.1.5的莫德纳疫苗开放65岁以上的高风险族群开始注。疾管署嘛公布讲，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对10月初2开始，会当分2阶段注，嘛分3阶段要来开放65岁以上的民众注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也毋过有基层医师就讲，最近实在是上过无用咯。除了爱帮民众注疫苗，佮爱传资料、发礼券哦，所以未少诊所拢退出咯。疾管署陆续提供3大疫苗予民众来注，包含9月2日开始新冠疫苗，10月初2公费流感疫苗分2阶段开始注，同时也分3阶段开放65岁以上民众注肺炎链球菌疫苗。像流感会分2个期程嘛，大家都知道，就是10月2号开始，流感疫苗就是会开放，除了50到64岁之间的这个。非高风险的这个一般健康人士在11月2号打，其他都是在10月2号打。那肺炎链球菌疫苗的部分有分3个阶段。疾管署表示，3种疫苗应同时分开无同款部位来注，共手菌2针建议离至少2.5公分，或者是隔任何时间来注。不过有第一线医师形容这是上混乱注疫苗的作业，不止行政定数真麻烦，爱为民众注疫苗，爱个发礼款加上传资料。还要我们登录，还要我们发礼券，还有什么发快筛试剂，还要什么每天跟他报告还剩多少，什么礼券剩多少，什么疫苗剩多少，很多诊所都想不愿意打了。建议他们就是跟他们的系统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疫苗的接种系统来做借鉴，那个就会比较方便。疾管署表示，发礼款甲卫教品是鼓励民众应赶紧来注。曾经常建议民众，在11月至7日前，先注流感甲新冠疫苗符合对象的人，在11月至7日后，各注一剂肺炎链球菌疫苗。记者综合报道。